大家好，10月4號係聖方濟各亞西西嘅瞻禮日。可能你對佢嘅故事有啲陌生，但聽完之後，你會發現佢嘅一生真係好傳奇，同埋對後世有好大影響。我哋一齊嚟認識呢位聖人啦。聖方濟各喺1181年出生於意大利亞西西，屋企算係小康，爸爸係商人。佢細個就好有愛心，見到窮人需要幫忙，從來唔會拒絕。不過佢年輕時都試過參軍，仲被俘虜咗1年，之後大病一場，差啲冇命。但呢段經歷反而令佢嘅精神更加堅強，學會忍受痛苦，唔會抱怨。後來佢遇到一個好關鍵嘅轉捩點，有一次佢騎馬出門，遇見一個衣衫襤褸嘅武士，佢好心將自己嘅盔甲送咗俾對方。當晚佢發夢見到一個華麗宮殿，牆上掛滿咗刻有十字聖號嘅武器，有人同佢講，呢啲武器係屬於你同你嘅兵士。之後佢又遇到一個麻風病人，佢唔單止捐錢，仲用口親吻佢嘅傷口。從此之後，佢開始頻繁探訪病人，幫助窮人，甚至將身上嘅衣服送俾人。有一日，方濟各喺聖達尼安堂祈禱，聽到聖像傳嚟一把聲音話：我間屋就快冧啦，你快啲去整啦。佢以為係叫佢修理聖堂，於是返屋企攞咗幾套衣服去賣，將錢交俾神父。佢爸爸知道後好嬲，逼佢返屋企，甚至要剝奪佢嘅繼承權。方濟各最後當眾除晒身上嘅衫還俾爸爸，表示自己選擇跟隨天主。之後佢開始挨家挨戶乞錢，親自搬石修理聖堂，好多人笑佢傻，但佢一啲都唔介意。方濟各後來明白咗自己嘅使命，跟隨福音過神貧生活，唔帶金錢，唔帶多餘衣物，四處講道勸人悔改。佢仲有講預言同顯神蹟嘅能力，例如醫好病人，同動物溝通。有一次佢講道時，燕子太嘈，佢叫佢哋靜啲雀仔真係聽話，越來越多人跟隨佢，包括聖女嘉勒，後來成立咗方濟各會同嘉勒會。方濟各晚年退隱修行，喺一次祈禱中，佢身上出現咗同耶穌一樣嘅5傷，即係手腳同肋旁嘅傷痕。雖然健康越來越差，佢依然堅持神貧同謙卑。臨終前，佢祝福咗會士同亞西西城，安然離世，享年44歲。2年後就被教會宣聖，成為世人敬仰嘅聖人。聖方濟各留低咗一句好深刻嘅話：神貧係通天嘅大路，係謙遜嘅保姆，係成聖嘅基礎。佢嘅一生提醒我哋，物質唔係一切，心靈嘅富貴先最珍貴。如果你都想學習佢嘅精神，不妨由細微處開始，關心身邊有需要嘅人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